同款是在地消息，高雄最近阁有袂少店头鸡甲夜市摊仔，拢讲收到假钱，这假钱阁做甲真粗，有的数字阁是用手写的。目前所在包括林仔寮、高山、凤山等所在，拢已经有业者收到。警方已经锁定特定对象，全力追查。摕100块向光的所在就正凭这张100块出现为回图甲100的数字，倒边这张完全拢无。搁看安全线，明显是写起的数字，这张假钱在即手法拢真粗。嫌犯刷趁店头无用的时阵用，但到休困店头才发现原来是假钱。500块的假钞，因为面额太大，所以大家都比较警惕性比较高。你现在普遍店家收到100块的都不会特别看啊。最近高雄凤山、林仔寮、高山等地拢出现100块假钱，饮料店、夜市各传统的市场打饭拢是受害者。店头怀疑嫌犯就是看准100块确实，毋是大家拢会注意。我把迄拢较晚年迄站嘛，晚年。特别过年前迄站较有啦，公司拢这啦。本分局已锁定犯嫌，积极侦办中。警方表示，已经锁定特定对象，高雄银行提醒民众个店头，另外紧紧分别真假钱。数字的这3个地方，它是稍微有凸起的，好，跟的钞票是有一点点的高度，你用手可以触摸得出来。再来就是在空白的区域，你向光可以看一下。这里会有透出来是一个梅花的一个印记。若是真钱，向光的所在，应发现倒边空白所在有图甲名额数字，拉表数字也因为角度无共变色，摸起来假钱较光滑，油墨较光。真钱是色水较沉稳，为一个名额数字部分摸起来要扑出来感觉。因透过这方式知影，应参考中央银行官方网站，也有详细介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